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係一種罕見而且嚴重嘅遺傳性神經肌肉疾病，主要影響男性。患者通常喺兒童時期出現肌肉無力同進行性肌肉萎縮，最終導致生活品質下降以及肌肉功能嘅喪失。多年嚟，DMD 嘅治療一直係醫學界關注嘅重點之一。最近嘅研究同臨床試驗為 DMD 患者帶嚟咗一線希望。其中基因療法係一個備受矚目嘅領域，由 Sarepta Therapeutics 公司開發嘅 Elevidys 係一種用於治療 DMD 嘅基因療法，喺2023年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批准。Elevidys 通過一次性嘅靜脈注射方式，將微型肌萎縮蛋白基因導入患者嘅肌肉細胞，令佢身體能夠產生微型肌萎縮蛋白，從而支持肌肉健康同維持功能。呢個療法適用喺至少4歲嘅 DMD 患者，無論患者係咪能夠仍然行走，只要具有 DMD 基因突變就可以接受治療。雖然 Elevidys 並唔係治癒 DMD 嘅終極解決方案，但研究顯示佢可以緩解症狀並且延緩疾病進程。治療需要喺疾控中心完成靜脈注射。一啲研究數據表明 Elevidys 能夠改善患者嘅行走能力、握力強度以及肌肉功能。除咗 Elevidys 之外，其他基因療法亦都積極開發同測試當中。例如，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同其他機構正喺度研究緊 RGX-202。呢個係一種有望為患者帶嚟長期益處嘅基因療法。喺臨床試驗當中 ，RGX-202 顯示出令人鼓舞嘅結果。佢嘅機制同 Elevidys 類似，旨在將修改後嘅肌營養素基因插入肌肉細胞，令到其產生功能性營養蛋白。另一項重要嘅治療進展係 Vamorolone， 一種新型類固醇藥物。同傳統皮質類固醇相比 ，Vamorolone 喺提供相似療效嘅同時，對骨骼健康嘅影響較細。呢種新類固醇能夠減少傳統類固醇常見嘅副作用，例如生長抑制、體重增加以及行為問題，為 DMD 患者提供咗更多嘅治療選擇。Givinostat 係一種口服藥物，用於治療6歲及以上嘅 DMD 患者，包括所有基因突變類型。該藥物通過抑制組蛋白去乙烯化酶嚟到減少炎症同埋肌肉萎縮，從而減緩疾病嘅進展。由一間意大利公司開發 ，Givinostat 以口服懸浮液形式提供，患者每日隨餐服用2次，劑量根據體重調整。除咗基因療法同類固醇治療，其他創新方法亦都係積極探索當中。例如，外顯子跳躍療法使用反二寡核苷酸嚟到跳過 DNA 中有缺陷嘅外顯子，以產生功能性營養不良蛋白。此外，研究人員還喺度開發肌肉保護療法同基因細胞嘅療法，以保護肌肉組織，促進肌肉再生並改善患者功能。DMD 嘅治療領域嘅快速發展，為患者同其家人帶來咗希望。基因療法、新型類固醇以及其他創新方法出現，不僅為改善患者生活品質提供咗可能，亦都提升咗佢哋嘅生存率。隨住研究同臨床實踐嘅進一步推進，我哋有理由相信未來對於 DMD 患者嚟講，將會係更加充滿希望。香港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協會 HKDMD 成立於2024年4月27號，目的旨在為會員提供支持、關懷和資源，同時也致力提供大眾對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嘅認識和理解。宗旨係向患有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嘅個人同其家庭提供最新嘅醫學同科學知識，建立一個互助同支持嘅社群，讓患者同家屬能夠分享佢哋嘅經驗、困惑同挑戰，倡導患有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嘅個人和其家庭嘅權益，支持和促進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相關嘅科學研究同創新項目。如果想聯絡我哋，可以透過電郵 HKDMD0427@gmail.com， 又或者上我哋嘅 Facebook 同 IG。多謝。